Hello，咁多位嘅嘉賓、業界同埋傳媒朋友，大家好！喺度咧，要歡迎大家嚟臨香港生產力促進局年度旗艦盛事 Foresight 2024自尖論壇。我係今日嘅主持 Xavier 又陰陰，大家好。今日啦，高朋滿座，有咁多位業界嘅領袖嚟到現場，不如先借大家嘅掌聲去歡迎佢哋好嗎？歡迎晒咁多位。Foresight 自尖論壇啦，自2020年開始舉行，匯聚政商界嘅領袖、業界重量級嘅人物同埋知名科技專家，協助香港唔同嘅企業把握年度經濟發展同埋科技趨勢。而過往嘅3屆啦，都係獲得工商界嘅一致好評㗎。可持續發展啦，已經成為全球人類不可忽視嘅議題，而環境、社會同埋管治 （Environmental, Social and Governance） 簡稱 ESG 啦嘅績效表現，更加成為國際投資者作為選擇投資產品嘅衡量準則。為咗攜手提升香港經濟嘅競爭力，今年 Foresight 2024以 ESG 一站通推動企業齊參與為主題，而我哋嘅活動啦，亦都會分為2個部分：自尖領袖論壇同埋 ESG 一站通啟動典禮。今日咧非常之高興，因為我哋嘅活動咧係有超過500人登記㗎，而我哋現場咧更加係座無虛席。為咗咧等大家可以留住我哋今日開心嘅回憶，大家亦都可以啦影低我後邊或者咧就係我場外呢個屏幕嘅 QR code。咁由今日去到嚟緊嘅7日內啦，都可以下載活動嘅照片㗎。咁接住落嚟嘅時間呢，我哋都事不宜遲啦，我哋用最熱烈嘅掌聲有請香港生產力促進局總裁畢堅文先生 MH 上台為我哋致歡迎詞，我哋掌聲有請畢總裁。Joseph， 各位行業嘅伙伴，各位來賓，傳媒界嘅朋友，各位同事，下午好！歡迎各位今日抽空嚟到 Foresight 自尖2024，好開心見到咁多喺商界嘅領袖啦、高管啦，都係嚟參加我哋今日一個1年1度嘅旗艦嘅盛事。生產力局咧一直都係致力咧係支持香港嘅工商界，特別係中小企咧係創優增值。通過分享最新嘅科技重點趨勢啦，同埋市場嗰個動向，協助咧企業適應喺日後嗰個數碼同埋競爭激烈嘅環境咧，係可以咧大大咁提高佢哋嘅生產力嘅。咁我哋希望咧呢一個咧係可以持續嘅發展啦，邁向一個持續增長嘅道路。Foresight 自尖咧系列咧已經係2020年咧，頭先阿 MC 都講過㗎啦。今年係第3屆，咁亦都好開心咧，獲到工商界嘅一致好評。咁啊，成功咁樣匯聚咗政商界嘅領袖啦、行業嘅重量級人馬啦、知名嘅科技嘅專家啦，同埋權威嘅學者咧，一齊去探討新經營嘅模式、宏觀經濟嘅展望、大灣區嘅機遇同埋挑戰等等，咁啊希望係可以協助到香港嘅企業把握年度嘅經濟發展同埋科技嘅趨勢。而嚟到2024年呢 ESG 即係環境、社會、管治咧，係工商營運環境中咧已經係成為企業可持續發展不可或缺嘅重要衡量指標。生產力局深明到 ESG 對企業嘅重要性咧，我哋喺10年前咧已經開始提供呢一類嘅服務。咁作為世界一流嘅應用科技研發中心，生產力局一直都係堅定不移咧，係透過各種嘅活動同埋項目咧，係推動綠色、低碳同埋可持續發展，並全力咁推動香港整個大灣區咧喺新型工業化嘅進程咧係攞一分力嘅。而新型工業化咧最大嘅特點咧就係咧實現工業增值同埋經濟長遠咁發展之餘咧，同時都係保護生態環境，達至雙贏嘅目標。本局咧會繼續積極咁支援業界，由傳統嘅企業到新興嘅產業，
共同去推動同埋實踐新型工業化。今年智尖2024咧就以 ESG 一站通推動企業齊參與為主題。稍後咧，我哋會舉行智尖領袖論壇同埋 ESG One 啟動儀式，剖析咗利用創新科技推動數碼轉型嘅策略，驅動 ESG 可持續發展未來嘅願景嘅。接住落嚟咧，就智尖領袖論壇咧，將由一眾嘅行業領袖咧一齊去探討可持續發展，部署2024嘅 ESG 策略，咁推動企業參與正面而可持續嘅創新，從而建立更加嘅環保、更具國際競爭力嘅產業鏈嘅。咁頭先我提到 ESG One 啦，ESG One 係一個全新嘅社群，目的係提升企業對 ESG 嘅認識同埋能力嘅。咁鼓勵並協助中小企喺各種範疇實現 ESG 嘅目標，以綠色嘅科技推動企業拓展業務服務，包括咧係全新咁推出免費嘅線上 ESG 評估系統 ESG Scorecard， 展示採購同服務嘅方案，安排研討會啦同埋培訓，致力係促進香港嘅企業朝住更綠色可持續發展嘅方向，共創具社會效益嘅 ESG One 嘅生態圈。咁未來生產力局會繼續努力不懈，締造綠色智慧城市，服務業界同埋社會，以及實踐可持續嘅發展管治，致力推動新型工業化之餘呢，亦都會貫徹可持續發展嘅呢個理念呢，係為社會整體發展咧帶來裨益嘅。咁我趁呢個機會咧，都感謝我個團隊，你哋嘅堅持同埋延續咧，做到今日一個 Foresight 第3屆啦，依家第4屆，唔好意思。呢個咧而一次比一次好咧，我都好感謝大家，亦都榮幸咧邀請到智尖領袖論壇各位講者同埋主持人，令到我哋嘅活動咧係閃閃生輝，祝願我哋嘅論壇咧係圓滿成功。最後咧就係生產力局咧會繼續同各位嘅業界並肩同行，攜手推動企業齊參與嘅 ESG， 共創可持續更美好嘅未來，令香港以至大灣區城市咧成為一個更綠色、宜居、更智慧嘅屋企，讓市民咧可以更快咁享受到科技發展帶來嘅便利，提升市民嘅生活質素同埋幸福感。多謝大家。多謝晒畢總裁嘅精彩致辭，為我哋今日嘅活動揭開序幕。其實咧，要推動環境、社會同埋管治 ESG 啦，必須要各大中小企業嘅力量一齊去提升 ESG 嘅表現，要創造可持續發展嘅未來。當然，亦都唔少得政府嘅大力支持。接住落嚟嘅時間，我哋用掌聲有請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副局長陳浩濂先生 JP 上台為我哋致辭。我哋掌聲有請。不見民總裁穆哈默，各位嘉賓、各位朋友，大家下午好。我好高興再次獲邀出席香港生產力促進局嘅年度旗艦盛事。今年呢，智尖2024以 ESG 為主題，透過領袖論壇集思廣益，鼓勵大小企業利用科技創新推動可持續發展，力求喺環境、社會同埋經濟嘅需求之間呢係取得平衡。今日呢，亦都係 ESG 一站通平台嘅啟動典禮。我期望平台透過集合提供各類綠色方案嘅中小企，將發揮互動同埋配對嘅作用，讓中小企業啦可以攜手創建一個平衡嘅 ESG 生態體系。我好感謝咧生產力促進局對推動可持續未來嘅願景不遺餘力。我亦都趁呢個機會咧，向在座各位來自政產學研嘅嘉賓分享特區政府咧喺推動我哋 ESG 同埋綠色和可持續金融方面嘅最新動向。隨住氣候變化日益嚴峻啦，全球積極推動綠色和可持續發展，包括我哋嘅國家定下咗3060嘅碳達峰、碳中和嘅目標，而我哋香港亦都積極咧係推動緊喺2050年前邁向碳中和嘅。
金融服務業係可以通過市場化嘅原則，引導更多嘅社會資本去促進我哋嘅經濟綠色轉型。一直以來，我哋同埋金融監管機構咧，同埋業界係一齊同心協力，以多管齊下嘅策略咧，去致力發展香港成為區內嘅綠色和可持續金融樞紐，以及大灣區嘅綠色金融中心，包括從市場基建同埋發展、標準嘅釐定等唔同嘅方向着手。事實上，喺2022年喺香港安排發行嘅綠色和可持續債券嘅總額咧，我哋係具亞洲嘅市場首位嘅，亦都佔咗咧亞洲嘅市場份額大概1/3。我哋嘅市場喺參與者、產品、相關評審服務方面咧，都越嚟越多樣化。而隨住消費者同埋投資者對企業嘅環保政策同埋社會責任咧越趨重視， ESG 亦都係逐漸咧成為企業嘅重要方針。為更加好結合金融科技同埋綠色金融，加速經濟綠色轉型咧，我哋將會積極拓寬綠色金融科技嘅生態圈，發展香港成為綠色金融科技樞紐。我哋將喺今年嘅上半年內咧推出專為綠色金融科技而設嘅概念認證測試資助計劃，推動開發科技方案，為未被商業化嘅綠色金融科技咧提供前期嘅資助，去拓寬我哋綠色金融科技嘅生態圈。此外咧，我亦都正在係與相關嘅持份者合作編製香港綠色金融科技藍圖，香港綠色金融科技地圖，就本地嘅綠色金融科技企業嘅現況同埋相關嘅服務咧，提供一站式嘅資訊，以提升咧香港佢哋相關嘅企業形象嘅。我哋明白企業喺發展 ESG 嘅時候咧，可能會面對成本上升嘅問題。有見及此咧，我哋特區政府喺2021年咧已經推出咗綠色和可持續金融資助計劃，資助咧合資格嘅債券發行人同埋借款人嘅發債支出同埋外部評審服務可以獲得資助嘅，從而去推動企業獲取綠色融資以及向低碳轉型嘅。咁我哋咧又喺2022年嘅3月初咧，就將計劃下申請外部評審費用嘅資助咧嘅最低貸款嘅門檻由2億元係降到1億元，去惠及咧更多有意綠色轉型嘅企業。當然，技能培訓亦都係發展 ESG 嘅重要一環。透過綠色和可持續金融中心，我哋推出咗3個信息庫，涵蓋培訓啦、實習機會同埋數據資源，以方便各界人士，包括中小企咧，係獲取有關嘅信息。政府亦推出咗綠色和可持續金融培訓先導計劃，供從業員同埋相關嘅專業人士同埋修讀相關學科嘅學生同埋畢業生申請嘅計劃咧，係有助減輕中小企對人員培訓嘅成本，協助本地業界，包括中小企咧，去建立綠色金融嘅專業團隊同埋人才儲備。氣候相關信息披露同提升企業嘅 ESG 水平咧係息息相關嘅。由財經事務及庫務局、環境及生態局以及相關金融監管機構組成嘅綠色和可持續金融跨機構督導小組咧，會以適當地採取國際財務報告可持續披露準則為目標，並考慮香港喺全球綠色金融中嘅定位，以及我哋香港本地嘅實際情況，為香港制定全面嘅路線圖。其中由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同埋證監會共同領導嘅工作組呢，已訂定咗路線圖所涵蓋嘅關鍵領域，包括可持續匯報啦、核證、數據和科技以及能力建設。工作組咧會與持份者保持交流，以識別咧喺香港實施國際匯報準則時應該要考慮嘅因素。當然喺應對氣候變化工作上，我哋十分重視中小企嘅參與。綠色和可持續金融跨機構督導小組喺22年嘅12月咧就公布咗與 CTP 合作，制定咗首份為非上市公司同埋中小企業而設嘅氣候和環境風險問卷，以協助有關嘅企業咧進行可持續嘅發展報告，提升佢哋可持續發展嘅形象，吸引貸款方、投資者同埋供應鏈客戶，以便咧獲得可持續發展嘅融資。
呢一份嘅問卷呢，亦都可以協助金融機構去收集同埋分析公司層面嘅數據，用於風險評估同埋相關嘅業務決策嘅。我哋呢，另外將會開發一個數據平台，通過問卷所收集到嘅數據呢，豐富氣候相關數據資源，並且提升佢哋嘅可應用性嘅。各位嘉賓、各位朋友，為咗對香港同埋我哋國家分別喺2050前同埋2060年前實現碳中和嘅目標作出貢獻，以及對應國際間對 ESG 理念嘅推崇，同埋提升我哋香港作為區內綠色和可持續金融樞紐嘅地位呢，我哋會繼續同業界協力去推動可持續發展。中小企係我哋香港經濟發展嘅基石，亦係推動可持續經濟轉型嘅重要一環。喺應對氣候變化工作上，我哋十分重視中小企嘅參與。特區政府會繼續多管齊下，與金融監管機構同埋業界共同努力，讓中小企可以分享發展 ESG 同埋綠色金融嘅果實。喺度呢，我要再次感謝生產力促進局積極去推動中小企實踐 ESG 理念，並且祝願今日嘅活動圓滿成功，大家攜手協力推動一個可持續嘅未來。多謝。多謝晒陳副局長，請陳副局長留步。咁我哋咧亦都非常之多謝有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嘅支持㗎。咁其實咧，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咧積極領導 ESG 經濟發展，旨在咧喺2050年實現碳中和。而今日咧，我哋嘅活動亦都邀請咗好多重量級嘅嘉賓嚟到支持㗎。咁啊，包括啦生產力局總裁畢堅文先生 MH 上台，有請。跟住都有請建造業議會主席何安成工程師 JP， 有請。跟住都有請日達集團副董事長楊敏賢女士 JP， 有請。接住都有請中華電力總裁羅家俊先生，有請。跟住都有請華懋集團執行董事兼行政總裁蔡雲興建築師 JP。跟住亦都有請生產力局理事會成員陳允成先生，有請潘志威先生、陳一南教授，以及我哋論壇嘅主持人、專欄作家及資深傳媒人黃永先生，生產力局首席數碼總監黎兆斌先生，以及生產力局首席營運總監林子君女士，歡迎晒咁多位。好，咁有請我哋台上嘅嘉賓呢，可以先望望我哋後方嘅傳媒朋友先啊。好，先望望我哋嘅傳媒朋友，然後我哋繼續留步啊嚇！我哋咧今日有好多嘅傳媒朋友咧嚟到參與，我哋繼續望住中間。係，我哋亦都一齊俾個 like 一個讚嘅手勢去支持我哋今日嘅活動啊嚇！我哋保持我哋最燦爛嘅笑容，望住我哋嘅大會攝影師。好，咁我哋等所有嘅傳媒朋友同埋我哋大會攝影都影晒相之後呢，咁我哋就再望多次，我哋 keep 住我哋嘅 like，keep 住啊嚇！望住我哋嘅其他傳媒朋友。我哋要等所有嘅傳媒朋友都影晒相，我哋 keep 住我哋嘅笑容同埋我哋嘅 like 嘅手勢。好，我哋再一次掌聲多謝台上所有嘅嘉賓，有請咁多位可以先移步去到台下就座。今日咧亦都非常之高興有咁多位業界嘅精英領袖咧嚟到支持我哋嘅活動㗎。咁啊，其實講起咧 ESG 經濟發展啦，真係需要社會各界嘅支持。只要粵港澳大灣區齊心協力，共同推進環保同埋應對氣候變化，加快綠色轉型，實踐可持續發展，就可以為國家同埋全球氣候治理作出貢獻。咁接住落嚟嘅時間呢，自尖領袖論壇現在開始，而我哋今年嘅主題呢，就係引領可持續發展，部署 ESG 策略2024。而今日呢嚟到分享嘅嘉賓啦，每一位都係重量級嘅人物。接住落嚟嘅時間，我哋不如用掌聲有請星級主持人黃榮先生嚟到台上為我哋主持論壇，有請 Vincent。
唔該，尤小姐。先作出更正先啦嚇，我唔算升級嘅其實嚇，因為台下咧我見到星光閃閃啊，好殘眼啊真係啊，因為如果由另外一個角度睇咧，我相信頭先副局長總裁都有講到嘅，其實生產力局咧做咗好多嘅工作啦，令到我哋每一個中小企都喺度發光發熱發亮啦。咁我作為一個傳媒人咧，我就覺得生產力局其實做緊另外一樣嘢，大家可能冇留意到嘅。其實佢哋係説好緊乜嘢啊？説好緊香港嘅故仔。其實台下你哋每一個喺度嘅咧，都應該可以上嚟説好香港故事。不過今日我哋請咗幾個做示範先，將來咧繼續同咧就生產力局咧一齊咧繼續説好香港故事。而我哋每一個説好嘅香港故事咧，由於有大灣區呢個橋梁啦，由於有國家嘅整體政策啦，佢係我哋咧亦都係會繼續説好中國嘅故事嘅。咁用呢個框架嘅話咧，今日去聽嗰4位嘉賓嘅分享咧，就唔單止係聽 ESG 咁簡單啦，就係聽緊咧我哋點樣可以借助科技啦，借助生產力局嘅建議啦，去令到咧香港即使喺而家每一個人都覺得好憂慮嘅時間咧，都睇到個前景，即係咩啊？即係要有 foresight， 有你哋咧聽完今日嘅故仔咧，我哋嘅 foresight 會點啊？睇得更加遠，睇得更加闊。咁所以咧，我哋希望咧就大家頭先啲掌聲已經係最熱烈啦。咁所以可以點樣咧？已經頭先最熱烈啦。咁我覺得不如儲埋嚇，將最熱烈嘅掌聲儲埋咧，就會更加熱烈啦，係嘛？咁我哋咧就一次過咧就歡迎我哋4位講者，分別咧就華懋集團執行董事兼行政總裁蔡宏興建築師 Donald 你好，日達集團副董事長楊敏儀 Teresa 你好，建造業議會主席何安成先生 Thomas Hi。中華電力總裁羅家俊先生 Joseph， 好啦，唔好俾佢停，多謝 ，thank you，thank you，thank you。啲掌聲咁熱烈，先影一張相先啦。我見到攝影師已經非常之快速啦。好，再望望後邊啊！我最後10張啊！好，請坐。好啦，事不宜遲啦，今日就都好多香港故事要説好。咁我哋就雖然不設呢個Q&A 嘅，但係如果你有任何嘅問題咧，打個眼神我接收到㗎啦，其實嚇。好啦，咁就不如先問咗阿 Donald 先啦，好嘛 ，Donald？咁就頭先我講啦，其實喺10月嗰份施政報告啦，另外副局長頭先都講啦，嚟緊政府都會繼續大力支持啦。咁喺 budget 我哋都會見到香港的而且確有好多挑戰嘅。加上我哋咧過去呢幾年咧額外多咗啲挑戰，就特首話咧有啲人係會唱衰香港嘅。咁所以我哋今日咧要講得再大力啲咧，咁去即係唔好話抗衡啦，即係以正視聽啦咁。咁但係的而且確咧，我又相信喺房地產行業嚟講咧，而家係幾多挑戰嘅，包括係可持續發展方面嘅挑戰。如果我哋係睇遠少少咧，就唔係就係睇緊眼前嗰個挑戰啦咁。譬如華懋喺應對可持續發展嘅挑戰嘅時間咧，點樣可以審視埋業務嘅狀況，同埋點樣稱咧？因為我覺得今日其中一個好值得大家去互相交流或者學習嘅咧，就係可能大企業都有一啲嘢係由小做起嘅，好似砌積木咁，越砌越上嘅，睇唔同嘅 units 嘅。咁呢方面會唔會就係見到大企業同中企或者小企有一個連貫性咧，有一個聯繫性咧？咁好多時候我哋諗可持續發展，我覺得香港人都已經有好大嘅進步㗎啦，唔係淨係覺得係使咗啲錢，佢係覺得係投資。但係點樣去平衡呢個投資咧？喺而家呢個局面嘅時間，我諗講得好啱啊！其實自然啦，我哋而家香港係面對好多挑戰，但係睇翻我哋香港嘅發展一路嘅歷史咧，其實我哋見過大風大浪嘅。每次其實都係更加係可以發展得更好。你睇我哋自己華懋，我哋係60年代係成立，咁由一個中小企幫香港一齊成長，咁自然係經過大家同事嘅努力，但係更加咧係社會上嘅支持咧，我哋今日可以變咗成為一個香港我諗都算係喺私人唔上市嘅發展商嚟講咧，係其中一個最大嘅企業。咁呢啲其實就係話經過努力咧，其實係可以由中小企可以面對大風大浪而成功嘅。
咁面對今日嚟講咧，其實我睇今日嘅挑戰咧，其實俾咗好多機遇我哋。頭先亦講到啦，喺大灣區同埋我哋國家嘅支持之下咧，香港嘅機會咧，其實係比任何時間以前都多。我哋國家嘅發展係我哋嘅一個強心針。我哋嘅市場，就算淨係睇我哋幫大灣區嘅融合咧，我哋唔止淨係一個700萬嘅市場，而係一個7000萬、8000萬嘅市場。呢個咁大嘅市場咧，其實俾到我哋香港企業十分多嘅機遇。更加啦，我哋係十分靈活喺 ESG 喺我哋呢一方面咧，其實香港係可以做一個全球嘅領導嘅地位。喺呢個智慧城市，喺點樣可持續發展，點樣將科技落實落嚟喺我哋日常嘅工作嗰度咧，我諗香港係有條件係做一個領航人嘅嚇。咁如果業務同可持續發展個關係，你會點形容啊？因為有陣時會覺得係我為咗業務又要做可持續發展，嗰啲業務使唔使勒住咧？定係其實唔係嘅？黃永，你唔明 synergy 呢個英文字你唔識咩？其實係嘛，協同效應係嘛？其實業務同可持續發展係一個共生嘅關係嘅。咁譬如喺華貿嗰個角度，應該我哋應該點樣學習呢一個字咧？其實我哋其實喺即係幾年前咧，已經其實咧就係話 ESG 係每個機構都需要嘅。睇到全球性。啲投資者又好，啲銀行又好咧，其實對企業喺呢一方面係好大嘅要求。即係實問你㗎啦。問完你 E 問你 S 再問你 G 㗎啦。嗱，好簡單攞個 green loan 嚟講，頭先講到綠色金融啦。我哋而家做呢啲綠色金融咧，其實喺經濟效益方面咧係有少少好處嘅。係咩？因為嗰個利率咧，啲銀行係好支持，亦係可以低過平時少少。咁呢個係直接喺個業務反映，但係同樣更重要就係大家一齊點樣將可持續嘅環境做得更好，咁更加好多我哋而家起嘅新樓又好，或者舊嘅樓去做一啲 retrofitting 啊。咁其實咧喺我哋日常嘅電費單，一間中電可以講多啲例子，其實咧係低咗落嚟，咁變成喺我哋成個即係 life cycle cost 嚟講，喺我哋日常運作嘅成本咧，其實係低咗嘅。呢個咧真係做好。又係可以係有經濟回報。OK， 咁即係話利率同埋喺營運，譬如最低限度operation cost，因為能源嗰個效益都幫到手啦。咁但係你旗下好多範㗎喎嗱，譬如酒店、娛樂、零售、物業管理，又租戶又起樓，咁點樣可以整合咁多範數，有個策略去做呢件事咧？有冇啲例子或者？等我哋容易啲明白。我諗我哋係三重基線啦，就係以人為本啦。我哋創造繁榮唔止俾自己，係俾整個社會享用得到嘅。咁更加就喺可持續發展嗰度。我哋幾個例子啦，譬如喺以人為本咁，我哋中環街市個項目，呢個唔止係支持香港中小企，你睇到我哋好多企業咧進駐嘅商戶咧，都係香港品牌嚟嘅。但係同樣就係話，我哋點樣係用地區營造地方營造一個設計嘅技巧咧，係做咗你可以話而家政府其實推行緊嘅一個市民嘅客廳一個公共空間，大家都用得着嘅。咁其實大家都知道，吸引多咗人流咧，其實生意一定係個消費一切都會好嘅。咁我哋成日都講，我哋唔係一個係細餅嗰度爭取一個更大嘅份數，我哋要做大個餅，大家其實咧都可以得益嘅。喂，唔止喎，我聽你個策略咧就係唔好淨係做大個餅喎，你係做靚個餅添啊！直情係嘛？即係中環街市啲嘢好靚下。呢個係靠大家一齊參與啦。我成日都話我哋一個企業其實係靠整個社會嘅一齊去推動我哋睇到市民所需。做出佢需要嘅服務同埋產品，我哋收購松齡養老集團，就係睇到香港人口老化係增加得好快，點樣可以俾到一個好啲嘅服務，
平啲嘅成本而適合到佢哋嘅生活方式咧。咁呢個都係我諗大家企業係一齊可以擺心機、擺精力、擺時間資源去做嘅嘢啊。所以 Donald 嗰個 foresight 咧，其實就係話俾我哋聽咧，我哋如果用視覺去了解咧，就係靚呢一個字咧，去到2024年啦，嚟緊2024年嘅 foresight 咧，就係你唔係淨係使錢落去做貴咗就係靚嘅，你有冇能源效益咧？你有冇以人為本咧？你有冇令到參與嘅人覺得有種即係歸屬感咧？佢同個地球多咗個關聯咧？呢啲先至係靚，所以唔係就係外在美喎，仲要有內在美喎嚇。咁啊呢個 foresight 我覺得好重要啦。咁但係咧頭先同阿 Teresa 講唔止㗎，有成10樣嘢㗎嚇，10樣嘢。咁邊10樣嘢咧？咁又不如交俾日達集團阿 Teresa 講下，因為佢哋都我諗大家都知啦，毫無疑問係即係紡織業嘅價值鏈裏邊咧，佢哋推可持續發展咧，就係先驅嚟嘅。唔好睇我咁嘅年紀啦，我細個就聽過佢哋係推動呢方面㗎啦，咁樣係嘛？咁但係成件事係點樣做咧？由原材料到重新規劃，到甚至乎揾地方係嘛？頭先講要重新揾地方，點樣同時間諗咁多樣嘢咧 ，Teresa？其實我哋自己屬於一個非常之傳統嘅行業嚟嘅。咁我諗可能在座或者有啲即係我哋啲同行都響度啦，咁都知道即係紡織同成衣咧一路以嚟咧，亦都俾人哋時常咧都即係話，喂，你哋呢個行業唔單止傳統啊，而且咧又唔環保啦，因為我哋用好多即係 chemical 啊咁樣，咁所以咧即係一路咁多年嚟，其實我哋自己都好努力去諗，究竟我哋點可以真係將我哋所謂一個咁傳統嘅行業咧，真係轉型，令到頭先我都同意 Donald 話齋，以人為本去諗。所以咧，我哋即係第一樣嘢咧，就首先我哋自己要去努力改變人哋對我哋嘅印象，就係關於首先唔環保啦，第二就成日都投訴我哋，就係話咧我哋係即係唔尊重呢一個人權啊、human rights 啊咁樣樣。咁所以我哋自己咧就已經響20幾年前，我哋其實一路咧都當時可能仲未有 ESG 呢個 terms。咁我哋自己就已經決定咗咧，我哋必須如果真係長遠嚟講，即係我哋亦都係同華懋有些少類似啦。我哋都係一個即係到目前為止一個即係私人公司啦。咁我哋亦都係一個家族企業，所以咧我哋好多自己嘅文化咧一路流傳落嚟。我哋係好信，如果冇咗呢一啲即係我哋自己公司內部就叫5 E 文化。就第一個 E 咧就係 ethics， 咁第二個 E 先至開始講 environment 啊，其他嘅 exploration、excellence 同埋 education。所以喺呢個大前提下咧，我覺得嗰個價值觀係非常重要。咁而我哋自己咧就開始一路就係針對性，就係話 OK， 如果我哋有個 commitment 喺呢一方面係要去即係真係以人為本，我都希望吸引一啲即係好嘅人才嚟加入我哋嘅時候咧，我首先要俾大家有信心，即係所謂呢一個非常之污染嘅行業係咪可以真係可以用到啲新嘅科技又好，同時亦都用啲新嘅自己嘅流程又好，去解決呢啲問題。咁所以我哋自己響成個vertical supply chain 其實一路以嚟咧都不停咁樣去尋求呢一類型嘅新嘅技術啦，亦都有啲新嘅方法，亦都有啲咧即係其實唔係新嘅喎。譬如我哋最近呢幾年咧，亦都不停咁樣喺度諗，有冇機會帶翻我哋真係中國其實幾千年嚟咧都係用呢個 natural dye， 即係我哋係植物染啊，係啊。咁其實呢樣嘢我哋點樣帶翻佢翻入嚟咧？令到我哋根本由源頭去解決咧。咁所以即係呢一個已經係我哋其中一個考慮。另外咧，當然有好多新嘅技術啦，而家亦都多咗好多新嘅嘢可以幫我哋去解決污水處理啊。咁亦都同時亦都我哋用咗10年時間去諗點樣做一個直情無水染，係咪必須要用水咧？其實仲有好多新嘅方法，而家係可以唔需要用水嘅。咁我哋都有一個新嘅技術去諗。所以其實我覺得係嗰個態度。係我哋既然立志話要去解決呢啲問題咧，咁我哋就一路係用自己內部嘅資源去考慮點樣去解決。
咁同時我哋亦都由人嘅 angle 去諗啦，因為我哋都以前係時常俾人哋冠名話總之唔 respect human rights 嘅咧，同你哋呢個行業一定有關㗎啦。咁我哋都幾唔憤氣下嘅。咁所以喺呢過去嘅10零年咧，我哋亦都花好多精力咧去諗。既然我哋而家見到我哋尤其是我哋最大嘅基地生產基地就喺中國嘅，咁中國嘅其實成個教育水平一路提升啊。咁我哋根本而家咧講真咧，你話想吸引好多即係國內嘅即係年青人加入我哋呢個行業咧，我哋其實都有困難嘅，所以我哋都必須要開始咧，俾到佢哋見到咧，我哋唔係一個夕陽工業，我哋唔係淨係靠勞動力嘅。所以我哋呢幾年即係一路喺度轉型，就用一個所謂知識型嘅方法嚟到吸引佢哋入嚟。咁喺個過程之中咧，我哋自己都即係好努力話點樣樣去 showcase 啦。咁好彩我哋就有一個桂林嘅 project 叫十魚。咁喺十魚嗰度咧，我哋就真係1、2、3、4、6、7、8、10個10啦。冇錯。咁啊魚咧就係魚嗰個魚係啦。但係魚嗰個魚，我理解係咪代表一啲不變嘅真理？其實我哋最後咧十魚，我諗即係好有好深奧嘅一個即係係一個真係內涵。但係我諗講到最後真係天人合一啦，即係本末究竟。咁我哋其實有冇機會將工業同埋好似桂林咁靚嘅環境係可以同時一齊共存呢？當然喺個共存嘅過程之中，亦都係我哋始終係一個商業機構啦。咁亦都要係一個即係 commercially viable 嘅 option 先得。咁所以呢個亦都係我哋喺度好努力喺度去做嘅一件事。咁十魚嗰度其實有啲乜嘢譬如當係一個，我覺得嗰個都真係説到香港故事兼中國故事嘅。有啲咩故事可以講嚟聽下？即係衣食住行，是但講樣，我哋都做嘅。咁最簡單從食開始咁啊，因為中國人對食非常之即係睇重嘅。咁我哋自己其實做咗咁多年工業咧，我哋都好明白工廠通常嗰個飯堂咧，都係以可以點樣平得嚟，但係又滿足到所有嘅員工。總之佢開心，我就開心㗎啦。咁但係咧，我哋喺十魚嗰個成個 dining model 咧，就從另外一個出發點，點樣可以令到我員工食得健康，連埋佢成個嗰個 lifestyle 都不停可以從一個更健康嘅模式去行。咁所以咧，我哋就首先咧就要同佢哋做好多即係分享啦，唔好話教育啦，但係大家分享。究竟點樣樣先係一個食得健康？以前咧即係佢覺得老闆俾佢嗰啲餸入邊好多油啊，好多肉咧，佢話呢個老闆正即係佢肯使錢啊。但係而家我哋就話俾佢聽，鹽啊、油啊、糖啊嗰啲咧，我哋都要減喎。咁但係肉咧有得食，唔係話冇，不過唔會齋食肉。我哋都要俾多啲其他，譬如菜啊、水果啊咁樣樣。直情我哋係揾營養師一路幫佢哋去考慮點樣樣。咁佢點反應啊？因為佢以前係覺得有油先筍喎，咁你而家唔筍變咗頹飯，咁點算咧？真係咁都幾得意㗎！我哋成個過程，咁啊我哋其實首先做嘅第一樣嘢咧，我哋就上咗一個叫做Trust and Respect 嘅 campaign。就同佢哋咧，首先開始做好多即係真係打好個基礎，令佢哋相信我哋而家開始做嘅好多嘢咧，係都係為咗雙方大家好嘅。我都要解釋俾佢聽。嗱，你健康咗咧，對我又有好處，因為我哋又會唔需要成日擔心咧，你嗰啲咩三高啊，而家好驚㗎。一睇嗰啲體檢嗰個大數據翻嚟咧，嗰啲三高咧，直情係驚人嘅。咁你直情係將工業安全嗰個概念推到入去身體機能喎，即係你平時都要食飯㗎喎，你食飯食得好，你機能先好，唔係淨係睇下機件好啊。可持續發展啊嘛。咁我都話，我投資咗咁多，即係喺你哋身度，幫你提升你嘅能力。我哋甚至乎有一啲咧係 send 佢哋去即係如果佢哋以前學歷唔係咁好嘅，我仲投資俾佢哋去即係所謂國內嘅公開大學同樣嘅 version， 提升佢哋嘅能力嚟到幫我哋去繼續做嘢。咁但係你如果嗰班同事40零歲就已經開始即係亮紅燈，咁你都好驚喎，驚佢又要提早退休。你望住我啱㗎啦。
我廿幾歲已經咁嘅樣啦，就係食得油得滯啊！真係 Teresa， 唉，真係慘啊！咁所以真係我哋自己早知做錯好過，早啲嚟 join 我哋啊！唉，真係。係啊，咁啊，我哋就話咁天愛都係可持續發展入邊好重要一個環節。喂，嗱，老實先講到咁好聽，有咩食㗎？其實真係最後。好食㗎，好食係啊，㗎。有咩食先真係？好食㗎，一樣有翻肉，係有翻同埋嗱，好似我桂林同事好中意食辣嘅，係。佢就好驚冇得食辣。我哋話有得食辣，係只不過烹飪嘅方法就唔會有好多油嚟到做嗰味餸，你仍然可以有啲辣椒喺度俾你，冇問題嘅。即係嗰啲我哋都吸收咗營養師，咁但係亦都同時話俾佢聽，你又要做運動喎。咁我哋有一啲咧好好玩嘅嚇，即係我哋成日都學小朋友而家嗰個教育就話，你要俾佢有一個好玩嘅方法嚟到學習改變佢個成個。即係你又要叫佢做運動，又要叫佢食好啲，但係亦都好好味嘅。咁即係換言之咧，你唔係管啲員工啦，你係湊啲員工啊嘛，直情係湊大佢咁樣啊嘛。咁啊，係咪先？大家雙贏啦。係啊，咪嗱，佢開心同我哋即係所以頭先我哋如果用科勢用嗰個視力啊。即係有智慧嘅前瞻啊嘛，智尖即係嘛。咁所以頭先 Donald 咧就教咗我哋咧，而家今時今日你要做好 ESG 咧，要有 X 光眼，即係睇到外在美，仲要睇埋內在美。咁啊 Teresa 咧就話你要同員工對望啊，深情款款咁樣對望，即係要對佢好，你同佢平起平坐嘅，等佢覺得你真係關心佢。如果唔係咧，就以前就真係你可能會即係見到員工成日反眼啦，係咪？即係而家你同佢對望咧，佢唔敢反眼啦。連白眼都唔敢俾你啦，係咪？真係咁。佢開心嘅，開心嘅。你睇到佢入邊係開心。蒙蒙地眼啊，見到。咁啊好得意啊！咁佢開始相信你之後咧，佢好多嘢你喺車間裏邊嘅做嘅任何嘅新嘅嘗試，佢就願意同你開始配合啦。係。咁咧，我諗呢個 benefit。我唔知你有冇留意啊 ？Thomas 蒙晒眼啦，已經頭先聽到。哇！好正啊，好正啊，係嘛？咁啊，建造業議會主席，咁你又點令到啲人覺得 ESG？好正咧，因為我戥你慘嘅。講親香港建造業咧，大家好似話：哇，主席好似好愁喎！哇，主席好似好大鑊喎！哇，主席唔知未來點搞喎？咁但係你每次就係咁樣笑口噬噬咁啊，答晒所有問題。即係呢個勁啊！笑口噬噬答晒問題嘅技巧係點做嘅咧？其實係頭先啱啱學咗啦，叫做天神合一。天人合一，唉啊！即係我諗建造業咧，同阿 Teresa 嘅行業都差不多，都係一個好 traditional 嘅行業。咁啊，而家咧，即係我諗我哋喺個 crossroad 嗰度。點解講 crossroad 咧？咁啊，而家係我哋進入咗呢個黃金10年、15年。咁啊，由而家我哋大約2500億咧，就2-3年後咧會做到3000億啦。因為我哋係要做40幾萬嘅單位嚟緊嗰10年，咁又有好多啲。即係infrastructure 要做嘅，咁啊即係我諗有機啊，或者係好多機會，咁啊有危啦，危我哋係咩咧？學你頭先講啦，成日都好煩嘅，就係我哋咧係爭好多人，嚟緊嗰5年咧，我哋好粗略計過咧係爭大約4萬個工人，咁啊前線嘅 technician 咧大約爭8500，professional 好似大家咁咧都成6000個，咁啊點搞咧？咁啊，仲有咧，我哋有一個工人嗰個老化嘅情況咧，都相當厲害嘅。咁啊，譬如我哋有40萬嘅工人，有20萬嘅咧就係 skill worker 技術工人。咁啊，超過60歲嘅咧就有30%，超過65歲嘅咧都有13%，超過70歲嘅咧都有2% 喺地盤。咁呢兩樣嘢咧，就我諗係我哋而家咧即係最大嘅挑戰。咁啊，學咗呢個即係天人合一。咁我哋咧就 come up with 即係3個 opportunities，即係大家都成日講噶啦，即係成日喺施政報告都有講嘅，要用 BIM，要用 MIC。咁好開心嘅咧，即係其實經過咗我哋呢幾年嘅努力咧，其實我哋嘅 MI Infinity， 即係 MI 無極限，就唔係淨係做呢個石屎，你係做 MI。機電又 MI，lift 又 MI， 裝修又 MI，landscape 又 MI，即係呢個咧喺我哋東南亞嘅城市嚟講咧，我哋已經咧係走咗去前㗎啦。咁或者你講咗咁耐，俾啲 example 啊。喺最近咧係香港大學嗰個 student hostel 咧，就喺年初咧已經入伙啦。咁咧，譬如我哋一班扎地落石屎，平時我哋要用50-60人嘅。咁
咁但係你吊嗰啲盒仔嗰時咧，我哋5、6個人已經解決咗啦。即係預製喺跟住就慳埋喺呢個工廠裏流程邊，工廠工業化90%嘅裝修咧，或者已經咧喺個廠做好㗎啦。去到工地嘅工作就係將啲盒仔好似砌 LEGO 咁砌好上嚟。係。咁所以用嘅人手要50、60人，但係真正去吊嗰時咧就5、6個人已經解決啦。時間慳咗，環保慳到不得了。咁啊，仲有一樣嘢，我諗大家都未必知嘅。經過咗黑雨、黃雨咧，一滴水都冇入到去嗰啲 MIC 嗰度。咁呢個咧就真正真係俾翻啲幸福感，嗰啲最後嗰啲即係入去住嗰啲學生，同埋我哋工人咧都俾咗大量嘅幸福感佢唔使日曬雨淋，係嘛？呢個即係喺提速、提效、提量、提 sustainability、提 safety 咧，都係一個最好嘅。咁所以呢個咧 MI Infinity 咧 definitely 咧係我哋嘅科。即係你將提速、提效、提量3合1變咗提質，仲有提質、提安全，就係安全係最緊要。你喺廠嘅環境去做，你安全真係好好多。即係幾百年，你又唔使擒高擒低，幾百年一遇暴雨都頂得住喎，仲要。Exactly。咁所以呢個係一個相當係真係一個緊要。大家住樓最緊要就唔好漏水，係咪？呢個是真正嘅幸福感。所以嗰個你介紹嗰個科勢，你嘅指尖喺邊度咧？就係要有預視嘅能力，係嘛？預製組件啊！我砌好咗之後咧，我知道咁樣搭上去咧就最快，慳翻時間。唔係淨係慳時間喎，慳埋碳排放喎，慳埋能源喎咁啊頂到幾百年一遇啦。冇錯。咁但係我濃縮翻啊，咁幾百年一遇你遇到啦，咁5至10年咧要再做咁可持續發展應該要點樣做落去咧？我譬如又講翻呢個 MI Infinity。係啊。最近我哋已經有呢個 MI Infinity 有個 project 咧。將嗰啲盒仔咧重新再用咧，已經可以 recycle 咗啦。呢個咧 exactly 已經 achieve 到呢個。咦？咁你個 MI 係 Mission Impossible 添喎？如果係咁嘅話，真係。所以我話要係 MI 無極限咁，所以咧喺好多嘅國家咧，淨係睇住 MIC，我哋係將呢個咁嘅 concept 咧擺咗落去嘅。呢個都係咧，即係大家係需要去諗嘅。咁大家譬如做呢個 MI 無極限咧，仲有一個好大嘅科勢咧要去做嘅。所以你聽到特首都要講啦，要講埋 BIM 嘅。因為如果要做到呢個 MI 無極限咧，一定要用數碼化嘅管理咧，將嗰啲程序咧由去廠去到安裝，去到 FM 咧，你都要做到嘅。咁所以咧喺呢個數碼化方面咧，一定由 BIM去到 digital twin 咧，整體要去講嘅。而家我哋有好多嗰啲施工計劃書好，已經利用咗 generative AI， 將嗰啲施工計劃書好簡單咁 do re mi 就已經可以話到俾嗰啲工地嘅工友聽啦。咁呢個就另外一個方法咧，由 BIM、digital twin、LLM 個數碼化咧，一路係向住依個咁嘅科勢去嘅。呢個咧同 MI 無極限咧係相輔相成嘅。呢個就第二個科勢。都係一種預視能力啦。我當所有嘢擺晒虛擬世界，有大數據嘅支撐，再加埋生成式人工智能嘅話咧，咁起碼咧以後你會未起好間樓，你已經見到係點樣，啲成個程序係點樣嘅。甚至乎你要呢個門或者呢個窗或者邊個組件，你需要去複製嘅，你容易好多去揾翻嚟，係嘛？因為你唔使爬到咁高，或者去個倉度睇啦，撳個掣掹到出嚟啦，其實係嘛？即係黃永升級，即係升級。唔係將勤補拙咋？將勤補短咋？頭先我同阿升級呢個司儀傾咧，佢話：喂，原來你仲有咩叫 design for safety 㗎？係。咁其實咧，我同阿升級。呢個主持升喺下邊。除咗咧呢個 design for safety 咧，仲有 design for sustainability， 仲有 design for productivity， 係要相輔相成嘅。唔好淨係諗住一樣，係個幸福感咧都由頭到尾喺 design 嗰時已經開始啦。design production，FM，因為個 FM 咧係幾十年嘅，所以一定咧係呢個就另外一個科。差啲俾你行完成個圈啦。因為咧，你係 design for 咩？最後係 design for human， 即係等於頭先咧兩位講天人合一，
同埋咧要以人為本啊，所以最後真係為人去設計啦。我又覺得係我個 term 就叫做 well-being， 不過可能你亦會靚過我嘅。咁啊，另外一個咧，我諗呢個唔可以唔講嘅。係請講。即係而家我哋人手爭咁多啦，咁你有咩計咧？我嗰日就去一個新鴻基嘅地盤，咁啊佢一拆完板咧，就即刻有部 robotic 咧，就即刻去轉晒上邊啲窿啦，快靚正。咁啊邊個 operate 嘅咧？一個25歲嘅兄弟，佢話俾我聽，哇點解你咁過癮啊？佢話我打機就揾到食嘅，幾開心。佢係25歲，咁即跟住佢一個咧就23歲，所以你睇到咧點解有嗰個 robotic 又唔使跌落嚟，快靚正。咁呢啲是真真正正係對個工友好、員工好嘅 wellness。呢啲是真真正嘅幸福感。啱啊，係嘛？呢啲所以就話咧 MI Infinity 數碼化、holistic 嘅 robotic， 唔好淨係咧。而家咧喺香港，我諗而家都有40-50部呢個 robotic 喺度做緊㗎啦。但係最緊要係點咧？一步兩步咧發揮唔到作用，一定要全個 cycle 去諗，全面去諗。所以我即係 humble opinion， 我個 foresight 咧都係 MI Infinity 數碼化 holistic 嘅 robotic construction， 跟住最尾就係 design for safety，design for 你話齋啦 well-being 就係最重要啦。啱啊！咁所以我諗成件事如果用一個視覺嘅角度去睇咧，都係一種俾到用家啦，俾到工人啦，甚至乎俾到員工嗰種預視嘅能力啊！原來我咁樣做咧，我慳翻幾多時間㗎喎！原來我咁樣做咧會安全咗㗎喎！原來我咁樣做咧個空間會變成咁樣㗎喎！咁呢種預視嘅能力咧就可以仲要 holistic 咁做嘅，你冇盲點嘅。咁既然係咁咧，咁啊行翻一圈啊，真係要 holistic 咁做啦。因為仲有一位未問咁我哋要問埋 CLP， 仲有我要跟一 Teresa 講先，搞掂晒呢個咧，都仲有一樣嘢，就係心態代表一切。你點樣你 train up 你嗰個 team 去 integrate 呢個咧，先係最重要。搞掂晒，仲有一樣嘢要搞啊，就係要請啲員工食飯啊，係咪？食好緊要，唔好食咁油添啊！仲有去佢嗰度。好啊，咁咧就要問埋 Joseph 啦。我諗就係如果講 ESG 咧，中華電力就我差唔多我斗膽講句啊，呢3個英文字母擺埋一齊咧，我係喺 CLP 嗰度開始學起嘅。咁所以咁早做啦，係咪？咁請問而家我哋成日講碳排放啦，但係其實碳排放都有幾個範圍㗎嘛。咁直接嘅碳排放啦。用能源嘅時候嘅即係間接嘅碳排放啦，咁當然就係包埋成條價值鏈或者生產線上下游嘅碳排放啦。咁喺呢方面全部都用到能源嘅，即係而家韓流雜講咧，就全世界都關心電力㗎啦，係嘛？咁喺呢方面應該點樣X 光眼又有啦，同員工對望又有啦，預視能力又有啦。咁 CLP 嗰隻係立體視力。即係可以平面睇到立體嘅嘢，點樣 ESG 3個維度同時間睇到咧？應該我哋呢個係工程眼阿 Thomas 同阿 Donald 都可能好支持我呢一個方面，就係我哋點樣去落實將成個能源嘅供應鏈將佢減碳。嗱，簡單講，香港咧其實係60%。成個城市60%嘅碳排放咧，係由電力嗰個過程係引致啦。另外有8%有20%咧係由運輸嗰方面引致嘅。咁所以我哋咧其實如果我哋可以將嗰個能源個供應鏈減到零碳，其實我哋已經可以幫香港減低香港80% 嘅一個碳排放啦。因為你將啲運輸都電氣化埋咧，其實已經可以做到呢一樣嘢。咁呢一個咧就講翻有少少歷史啦。講起20幾年前咧，其實香港每度電嘅碳排放咧，碳含量係超過0.9嘅。今天咧，中電嘅咧已經係低過0.4啦。
咁其實呢個咧係用不斷嘅科技啦、燃料嘅組合啦，咁樣去減落嚟啦。咁啊預示啦，我哋向未來嚟睇咧，其實亦都有幾步咧，我哋係一路係進行緊咧，係去到2050咧係會減到0嘅，即係我哋嘅計劃咧已經係好清楚㗎啦。2050年係前要幫香港減到零碳嗰個能源嗰個供應鏈啊咁樣。係咁，你講緊呢個咧係咪唔係淨係你一個單位要咧？我哋要全部人都先一齊做到咧。你講緊係要一種等我諗下點講先，動態視力喎，即係你要由而家一路去到2050年，大家要跟住一齊行，一齊諗成件事嚇一體咁樣做先可以説好呢個香港故事喎。如果係咁嘅話，係嗱，我會咁講，就係我哋會喺供應鏈同埋客戶嘅需求側都幫客戶去減碳。供應鏈係點講咧？就係話我哋喺你電掣每出一度嘅電，如果佢係做，即係我哋嘅計劃就做2050年前做到零碳啦。咁啊點做咧？包括就係話燒少啲煤，多啲天然氣啊，或者係引入多啲零碳嘅能源啊，甚至乎未來科技咧，我哋係追求綠色嘅氫能啊，呢一啲都係一啲手段去做，即係唔可以係灰氫啦嚇。綠色嘅氫能真係零碳嘅氫能。咁喺呢個供應鏈，如果做到呢樣嘢之後咧，你喺個牆嗰度出嘅電已經係零碳咧，咁呢個已經係做咗好大部分我頭先講80%嘅一個功夫啦，香港。咁但係另外喺需求側嗰邊，我哋點樣可以同我哋啲客戶無論係呢個建築界又好，物管界又好，飲食界都好，你點樣去做到零碳嘅一餐飯出嚟咧？點樣去做咧？呢個亦都係不斷一齊去合作，一齊去努力。係咁，每個持份者佢需求唔一樣噶嘛。咁啊，香港人有樣特色噶嘛，係咪？即係其實都好奄尖下。咁啊，換言之，即係高要求高啦，係咪？咁你點滿足咁多人嘅各自不同嘅高要求咧？其實個技巧喺邊度咧？就係團結香港嘅力量，即係坦白講，因為點解咧？每一個行業，譬如我哋接觸咁樣，飲食界，佢有自己嘅一個專長，佢有自己咁，我哋點樣去幫佢引進一啲零碳，譬如係電嘅煮食嘅設施，係令到可以減碳嘅，或者建築界，我哋點樣去幫佢去做能源嘅審核。幫佢去，譬如去建議佢，你換邊一樣嘅機件，或者係即係你陪佢一齊行，學埋佢嗰個，學埋佢，亦都係用我哋工程上嘅知識咧，貢獻出嚟。佢又有知識貢獻落去咧，可能我哋會創造到一啲actually 唔係可能係一定會創造到一啲好嘅減碳嘅方案出嚟。係，我都感受到嗰個能量啦，所謂動態視力就係你要陪佢一齊行啦，佢行嘅時候你要跟住佢行啦，佢嘅速度啦，佢嘅 pacing 啦，係嘛，佢嘅節奏啦。而呢一樣嘢咧，我都知道有個機構做得好好嘅，4個英文字母 HKPC 係嘛，即係 HKPC 咧，我識咗佢哋咁耐咧，咁又知道佢哋每一年 foresight 咧，佢哋另外仲有一隻眼嘅，嗰隻咧就叫做按摩眼。但凡啲客戶嗰啲痛點喺邊度咧？你哋有痛點唔緊要，記得揾阿畢總裁。佢又幫你個機構咧按摩到舒舒服服，你呢度痛係咪？我幫你咁樣按摩下啦，就係用 robotics 係咪？針灸 robotics 又得啊，大數據又得係嘛？咁啊，所以咧就可以咧就令到成個機構咧可以好順暢地，好似頭先咁天人合一地，以人為本地，可以做到咧就 ESG。咁呢樣我覺得都係今日非常之大嘅一個 insight 添啊，唔止係 foresight 啦，學到一樣即係點樣去配合全球個 ESG 大趨勢嘅技巧啦。咁啊，追問下，不如追問下 CLP， 又追問下華懋先啦。咁啊就有問題提咗上嚟咧，就話有啲公司就將 ESG 咧就視為一種重擔，即係好重啦，已經而家好痛啦，又仲要百上加斤。咁當然亦都有啲人咧就話唔係啊，筍嘢嚟㗎，有好多機遇㗎咁。咁請問？譬如你哋兩位咁啦，頭先話要陪住個客一齊行啦，又陪住人一齊去行啦，點樣去開呢度 ESG 嘅門咧？即係對佢哋嚟講，喂唔係喎，唔係一道門嚟喎，ESG 係旋轉門嚟嘅喎。
一路喺度轉，一路就係隨住一個係 E 一個 S 一個 G 喺度轉啊，行入去隨時俾佢拍到嘅喎，咁樣咁點樣可以攞翻啱個節奏，令到佢哋覺得啊行入去 ESG 呢道門係冇事嘅咧？或者我用一個例子咧，咁一陣間阿 Joseph 可以補充。我哋喺如心廣場咧，我哋用嘅製冷系統咧，其實就好舊㗎啦。咁自然喺今日經濟環境嚟講，如果要換晒啲 chillers 咧，係一個好大嘅投資。咁究竟喺今日嚟講，我哋個 cash flow， 我哋嘅 pain point 係咪可以承受得到咧？咁我哋其實就好即係幸運又好，或者係好開心，可以幫 CLP 屬下嘅 CLPE 一齊行呢條路。就係話喺技術方面，我哋唔係 expert 啊，呢個絕對即係 CLPE 由嗰個電力到嗰個用 AI 喺嗰個成個電力嘅管理咧，其實都有去一啲好專門嘅技術。咁但係同樣就係話，我哋點樣可以幫佢一齊行咧？咁其實就可以睇到就係話，如果今日嚟講個 capex 對我哋嘅集團嚟講係仲係未決定得到咧。CLPE 就話，我好有信心嘅，因為我知道一齊行嘅話可以慳到好多電。咁對佢嚟講，其實可能未必係最好嘅，就係收少咗錢，佢想我哋用多啲電都未定。但係即係就話翻去 Teresa 講呢個 ethic 好重要。佢就話大家一齊行，大家為社會做嘢，因此佢願意投資喺 Chiller 嗰個 capex 嗰度。我哋幫佢有一個好長嘅合約，係喺我哋個電力慳翻嚟咧，將來咧每一個月有個費用係慢慢騰翻出嚟。俾 CLPE 咁呢個其實係一個雙贏嘅，唔止雙贏，我哋仲即係慳咗嘅錢咧，仲可以幫 CLPE 一齊咧喺國內咧有一個風力發電場嘅參與。咁喺嗰個成個循環經濟一齊夥伴，其實行得好好。咁呢個就係話，只要我哋諗多一步，唔好即係淨係睇以前嘅即係你話解決嘅方案，其實好多新嘅方案嘅。認真講嚟自當爆少少咧，我啱啱入行嗰陣咧，我都問過 CLP 呢個問題。喂，用少咗電都得，點解你哋咁大力叫人哋慳電嘅咧？真係咁。咁佢就話：唉，你有所不知，唔係用得多就好，係點樣生產得更加乾淨，成個過程係幫到地球，先至係而家能源公司係電力公司即係追求嘅一個問題。咁當然呢方面就你個拍檔好想講嘅已經，不如我即刻交個波。俾 CLP 講咧，真係。唔係講翻升級主持呢個問題其實好簡單。我真係需要升級啊！我要升呢嗰個升級啊！真係。係啊，快啲講多啲，等我學多啲。好簡單就係其實我哋幫到我哋嘅客戶，令到佢個 business run 得更好，佢又 sustainable， 咁個客戶先永續噶嘛。係咪？咁你猛叫佢用完頭嗰2年3年電，原來佢個 operation 都 run 得唔好，佢有問題，其實。對我哋都唔好，咁所以呢個就係長遠我哋同客戶一個共進共存嘅一個咁嘅生意嘅一個理念係。咁就住呢方面咧，不如我都問埋 CIC 同埋即係日達啦嗱，因為頭先就話喂有個重擔喎，咁我點做 ESG 啊？呢排個景已經咁辛苦啦，咁個答案咧就係揾拍檔啦，有拍檔同你一齊行。咁啊可以好快行遠啲啦。咁呢條問題頭先即係遞上嚟嘅，我覺得仲難答啊。佢話：喂，你哋大型企業就話可以整合到 ESG 啫，咁中小企就成日感覺係資源不足啊，係嘛？咁我揾拍檔，我揾到你哋拍檔，梗係好啦，係咪咁？咁但係我未必揾到你哋拍檔啊嘛，我又唔夠錢做，唔夠時間做，都唔夠人做，係嘛？咁啊頭先講最唔夠人爭成5萬人啊，大小唔同層級，不如 CIC 主席講先啦，真係點算咧？如果佢話唔夠資源做嘅話，即係我諗可持續發展，頭先Donald 同Joseph 已經講咗啦，一定係要靠呢個 collaboration 嘅，無論你大中小咧，都係攜手去做嘅。你淨係自己去做咧，係永遠做唔到嘅。而家大家講緊嗰個即係 standard 咧 ，ESG 咧
係要睇埋個 Tier 3，即係話咧睇埋你個 subcontractor， 睇埋嗰個 supply chain 係點樣樣，然後就可以 achieve 到嗰個 standard 嘅。所以咧，第一係我覺得就係，所以大企都要擸埋中小企一齊睇咯，一齊行。係啊，你冇得自己行。咁啊，第二係點咧？頭先阿 Joseph 講得好清晰啦，一定要 total life cycle 去睇，唔係淨係睇住一個範數。你譬如你個 FM， 我諗係最重要啊。頭先你 invest 咗係 capital cost， 你50年、60年嗰個 FM 個 saving 係大到不得了。所以唔係淨係睇現時，係一個 long term sustainable 個 mindset， 喺個全生命週期去睇嘅。呢個係我嘅即係 humble opinion。即係如果你咁講咧，就即係話 ESG 係一班航班嚟嘅。咁呢班航班咧就總之大中小企都要上晒去。而家係咪都 check in 咗㗎啦？點都要揾埋你喺個機場度，點揾啲中小企都要揾埋你，鬧埋你上機，先至可以一齊起飛。咁嘅概念。啱。咁呢樣要問 Teresa 喎。升級即係升級。Teresa 咁多年應該大中小小乜嘢範數都有喎，仲要即係國家地大物博。咁點樣去幫啲中小企去做 ESG 咧？喺呢方面？我首先我好羨慕嘅 Donald 有咁好嘅 partner 啦，即係當我哋好似即係呢啲更傳統嘅行業響國內發展嘅時候，你真係揾唔到呢啲咁好嘅 partner 㗎。咁其實我哋覺得咧，即係 ESG 無論係中小企又好，大企業又好，其實就算係一個 startup 又好，其實我覺得第一步咧就唔係資源問題，而係我哋究竟有冇一個 commitment 去做呢件事。咁如果嗰個即係我覺得，如果個 senior management team 首先有咗呢個 commitment 咧，咁就係點樣令到我哋自己嘅所有員工，其實越新嘅企業可能仲越有着數，因為佢冇咁多包袱。咁你根本就係首先要改變佢哋嘅 mindset， 即係以前譬如我哋覺得有好多嘢咧係一定要有一張紙拿住嗰張合約先至。即係做得到嗰個所謂我哋嗰個成個 SOP 可以做晒喺嗰度，要一定有嗰樣嘢。咁但係其實今天咧好多嘢都可以電子化。咁但係如果我哋啲員工自己本身唔相信電子化呢件事嘅，咁你永遠仲有一大堆嘅紙喺度咯。咁譬如我哋而家行緊一個 digital sampling， 咁但係呢樣嘢其實唔會貴過一個 physical sample。physical sample 係好貴嘅一樣嘢嚟嘅。咁但係問題係，究竟我哋譬如合作嘅伙伴，譬如我哋嗰個對方我係個 designer， 佢肯唔肯接受呢件事？我哋自己嘅員工肯唔肯去想辦法去幫佢哋一齊去揾到一條路，令到佢哋都用到呢啲新嘅工具。其實我哋唔覺得呢個係要一個大嘅投資嚟嘅。就算我諗 Hong Kong PC 有好多好好嘅工具嘅，問題係我哋啲員工肯唔肯改變佢哋嘅思維嚇，所以嗰個反而唔會話係一個好大嘅所謂要投資落去。唔係資源嘅問題嚟。唔係資源嘅問題嚇，但係我諗呢樣嘢咧就係難度可能好多時咧係比問銀行借錢仲艱難嘅。咁啊係，我同意。最貴係人嘅手勢，即係你唔肯改手勢，永遠最貴，係嘛？即係所有做過管理層嘅都知嘅，我相信。下邊班同事最貴係你改好個手勢啦，老細容易跟好多嘅所有嘢。咁唔緊要嘅，改好個手勢咧，你痛點就自然冇咗啦。咁個物理治療師頭先坐咗喺度，就係阿畢總裁。咁 HKPC 咧就今日咧就帶俾大家嘅課程咧，我相信都講得好清楚㗎啦。無論你覺得你資源夠唔夠都好，而家呢班航班係全世界都一齊咁樣起飛㗎啦，等埋你㗎啦。Last call 㗎啦，就嚟係嘛 ？Final call 咁啊，即係大家一齊上去，亦都唔使咁擔心嘅，會以人為本啦，會天人合一啦，會有人工智能啦，會有唔同嘅工具啦，而且會當你係好拍檔一齊做，咁啊，亦都希望可以回饋到俾即係成個社會。咁我覺得呢個都係幾典型香港人嗰個精神啦，係咪？即係好快地度掂佢一齊行，令到咧大家覺得香港呢個地方咧唔死得嘅。一定搞得掂嘅，咁都未過年係咪？過年之前最緊要咩啊？春運禮拜五啊嚇，春運禮拜五啊，等埋你一齊行啦。但係最緊要係要賣爛，賣走咗爛咧，我哋就改好個手勢咧，就一齊可以有嗰個 foresight咧，邁向更加好嘅 ESG。咁啊〜
請得我嚟都唔介意我賣廣告啦嚇。如有查詢，記得揾 HKPC。好。好咁啊！呢個時間咧，攝影師已經同我打晒眼色㗎啦，即係再影多張嘅要係嘛？咁我哋請幾位嘉賓企起身，大家一齊影張相。不如咁啦，我哋擺多個新 pose 好嘛？每人攞埋支咪，齊齊説好科世嘅故事，説好香港嘅故事。科世喺度，每人都係科世。好啦，咁我哋都請台上所有嘅嘉賓，千祈唔好將支咪遮到自己個樣啊嚇，然後望下我哋嘅大會攝影師。係啦，今日咧我哋都有幾位嘅大會攝影師，希望為大家咧捕捉一個又開心同埋咧一個有意義嘅回憶啊嚇！係啦，咁我哋嘅手指指住 Foresight 啦，等我哋嘅集中注意力咧都喺晒我哋 Foresight 2024。好，我哋 keep 住保持我哋最燦爛嘅笑容，繼續望住我哋嘅攝影師。好，我哋再補多最後一張啦嚇。好，我哋再一次掌聲，多謝晒台上所有嘅嘉賓 ，thank you。唔該先。可以有請咁多位可以移步去到台下就座。其實咧 ESG 對於公司咧真係有好大嘅影響㗎。咁啊，負責任嘅公司咧係需要關注可持續發展，先可以創造長遠嘅價值。而事實上，好多中小企業啦都係缺乏 ESG 嘅相關知識、人才同埋資金，喺推行嘅時候咧，亦都會遇到困難。而生產力局嘅 ESG 一站通啦，就係為咗建立一個平台同埋生態圈，俾大家共享資源，俾企業尋找合作伙伴。同埋合適嘅可持續發展方案，所以咧，我哋今日嘅啟動禮對於所有嘅企業咧都係一個好消息嚟㗎。咁啊，如果大家想了解更多啦，就要留意我哋首播 ESG 一站通嘅短片，係由生產力局主席陳祖恒議員同我哋介紹有關 ESG 一站通嘅理念同埋目標。事不宜遲，去片。大家好，為響應香港特區政府於2050年前實現碳中和嘅號召，我哋生產力局同業界攜手創建一個名為 ESG One， 即係 ESG 一站通嘅一站式平台，支援香港大中小企業嘅可持續發展生態圈。從1960年開始，直到2022年，香港累積嘅碳排放量高達10.69億噸。當中大部分嘅碳排放有接近一半係嚟自於煤炭，1/4來自於汽油。2022年整個香港嘅碳排放量係3000萬噸。2022年香港每人嘅碳排放量係4.1噸。根據香港氣候行動藍圖2050，我哋需要整個社會一齊合作，喺2035年之前做到淨零發電。增加可再生能源比例，推廣綠色建築、綠色運輸同埋全民減廢。要實踐呢個目標，除咗政府推行之外，亦都有賴於每一個企業能夠同心協力，從產業鏈當中提高可持續發展概念，並且實行。成立 ESG One 係鼓勵並協助中小企喺各種範疇實現 ESG 目標嘅一個重要里程碑。致力於推廣環境、社會同管治嘅可持續發展外，為企業未來成功業務發展而提供免費線上 ESG 評估平台及諮詢、研討會及培訓、採購及服務方案展示等等。更重要嘅係將 ESG 由現時大企業嘅命題推廣至各行業嘅中小企，幫助公司以綠色科技助企業持續發展，以及發揮香港喺大灣區甚至國際嘅獨特優勢，致力促進香港企業朝着更綠色、可持續嘅方向發展。匯聚企業力量，永續綠色香港。
相信咧睇完呢條片之後咧，大家亦都更加了解到咧 ESG One 嘅一啲目標同埋理念啦。其實咧踏入2024年，生產力局今日正式推出 ESG 一站通平台，而呢個平台咧係有市面提供相關 ESG 方案嘅企業，令到佢哋配對業務解決痛點。同時，生產力局亦都推出免費線上 ESG 評估平台同 ESG 績效卡。認證企業喺推行 ESG 取得嘅成效，鼓勵業務夥伴一同參與，創建優質同平衡發展嘅 ESG 生態圈。咁大家係咪好好奇點解我哋面前咧會有呢一個燈膽呢？咁佢係咧由本地嘅團隊用循環物料同埋工業廢料製作，佢係一個用聲能收集裝置、聲源放大器同埋換能器組成嘅聲能發電裝置。咁究竟佢點樣可以聲能發電呢？咁就要靠各位一齊合作啦。接住落嚟，我會邀請以下嘅嘉賓嚟到台上，同我哋一齊啟動 ESG 一站通，排名不分先後。首先，我哋有請北堅文總裁，有請。接住我哋都會有請 ESG 一站通 Accelerator 中銀香港個人金融及財富管理部副總經理耿永恒女士。Silver Member 拓寶智能方案有限公司行政總裁黃嘉文女士，接住亦都有請 Silver Member 聯邦航空貨運集團行政總監黃潔儀女士，跟住亦都有請生產力局理事會成員包括陳允成先生、潘志威先生、陳一南教授，以及我哋生產力局嘅管理層包括黎兆斌總監。生產力局嘅首席市場總監馮家寶女士，生產力局綠色生活與創新部總經理都永海先生，跟住亦都有我哋緊密合作嘅支持機構，包括香港總商會環境及可持續發展委員會主席黃少輝教授，跟住都有請香港總商會總裁楊偉添先生，香港工業總會副主席岑建偉先生。跟住都有請香港中華廠商聯合會常務會董胡永居女士。接住我哋亦都有請香港中華總商會創科及產業委員會副主席廖永通先生。跟住亦都有請香港中小型企業總商會會長黎卓斌先生。接住亦都有請香港中小型企業聯合會主席鄭仲邦先生，以及中小企可持續發展創會會長連信香女士，歡迎晒咁多位。咁究竟要點樣令到我哋呢個燈泡着燈呢？咁就要靠大家嘅掌聲啦！我哋嘅掌聲越大呢，就會越快着燈。好啦，我哋睇下我哋在場所有嘅來賓同埋我哋台上嘅嘉賓準備好未呢？大家準備好未？Yes， 好啦，我哋一齊數3、2之後，我哋用最熱烈嘅掌聲，好嗎？大家準備好未 ？3、2、1，我哋熱烈掌聲，一齊令到我哋嘅燈泡着燈。生產力局會藉住 ESG 一站通同咁多位持份者攜手實踐減碳策略，推動更多嘅綠色科技概念落地，造福地球同埋廣大市民。好，接住落嚟嘅時間，我哋請台上所有嘅嘉賓先望望我哋嘅大會攝影師，影翻張大合照。係啦，我哋先望望中間嘅大會攝影師，我哋保持我哋最燦爛嘅笑容。咁今日咧，我哋呢一個 ESG 一站通啦，亦都係 ESG One。係啦，咁我哋咧一齊俾個 like 嘅手勢之後咧，可唔可以請我哋台上所有嘅嘉賓一齊俾個1嘅手勢我啊？一齊俾個食指，俾個1嘅手勢我，代表住 ESG One， 亦都代表住大家喺我哋業界啦係 number one 啊嚇！我哋先望望我哋中間嘅大會攝影師。好，我哋要等所有嘅攝影師係咪全部都影晒相啦嚇？好，我哋 keep 住我哋呢個 number one 嘅手勢，亦都寓意住我哋 ESG One。好，我哋保持我哋最燦爛嘅笑容，係啦。今日咧一個非常之開心嘅日子，我哋繼續保持笑容 ，keep 住我哋呢一個 ESG One 嘅手勢啊嚇。好。
多謝晒。咁跟住落嚟啦，有請畢堅文總裁、黎少斌總監、馮家寶總監同埋都永海總經理繼續留步。咁啊，至於其他嘅嘉賓咧，可以先移步去到台下就座啊嚇。今日我哋嘅活動亦都有好多嘅支持機構嚟到代表參與，咁我哋咧接住落嚟會邀請支持機構嘅代表嚟到台上進行合照，排名亦都係不分先後。首先我哋有請香港設計中心董事會主席嚴志明教授，有請。跟住我哋都有請一帶一路總商會主席彭一庭先生，香港零售科技商會會長蘇珍惠先生，香港10大網商創業會副主席李卓希先生，香港大中華中小企業商會創會會長雲海雄先生，香港鐘錶業總會主席林偉耀先生，中小企國際聯盟會長盧威林博士，香港產業製造協會主席羅萬慶先生，香港電商物流協會會長張淑明女士，香港航運物流協會主席陳炳友先生，香港中小企業發展促進會會長鐘遞先生，香港中小企業工商聯合會會長鄭以文女士。接住我哋都請第2排啦。包括騰龍青年商會會長郭啟源先生，香港金銀首飾工商總會常務副會長林偉光先生，機電工程署助理處長李學賢先生，香港創意產業及科技創新委員會主席張建滔先生，香港保健食品協會名譽會長張玉儀女士，香港紡織及服裝學會會長簡志偉教授，香港三維打印協會會長胡力恒先生，香港科技大學創業中心總監凌恒賢教授，香港工商總會沙田分會常務副主席鄺建邦先生，稻苗飲食專業學會主席江志恒先生，香港物流協會會長袁美儀女士，香港羊毛化纖針織業廠商會會長陳永安先生，消防工程專業人員協會主席朱奕華先生。接住可以嚟到我哋第3排啦，就係香港青年創業軍香港10大傑出創業青年選舉第3屆籌委會主席黎雅文女士，晉峰青年商會會長何宏軒先生，香港物資採購與供銷學會主席何英傑先生，國際富輪3450地區總監李兆文先生，投資推廣署創新及科技行業主管、資訊及通訊科技周寶芬女士，香港廣告客戶協會名譽顧問譚嘉瑩女士，環境社會及治理工會秘書長鄭雷先生，澳門生產力暨科技轉移中心副主席兼理事長關志平女士，亞洲家族辦公室協會副主席潘樂明先生，香港綠色建築議會署理行政總裁賴漢忠先生，香港測量師學會前會長趙錦權先生，香港紡織及成衣研發中心業務發展經理 Leo 張，商界環保協會環境管理高級經理江永敏博士，香港科學園助理經理陳英瑞女士，數碼港創業學會執行委員會成員曾學明先生，國際青年商會香港總會2023總會會長余修賢先生，以及香港 O2O 電子商務總會副會長孫榮聰先生，歡迎晒各位。係啦，歡迎晒我哋台上嘅咁多位嘉賓同埋我哋支持機構嘅代表。咁請大家咧一齊望下我哋嘅中間大會攝影師，先影翻張大合照啊！係啦，我哋保持我哋最燦爛嘅笑容，跟住我哋不如咧亦都俾一個 number one 嘅手勢，寓意住大家都係 number one， 同埋我哋 ESG One 啊！好 ，keep 住望住我哋嘅攝影師。好，我哋咧 keep 住保持最燦爛嘅笑容，我哋 keep 住 number one 嘅手勢，繼續啊嚇！係啦，我哋嘅笑容再燦爛啲，開心啲。我哋咧要等我哋所有嘅攝影嘅朋友啦，仲有我哋大會攝影師同埋在場嘅嘉賓，全部都影晒相先。好，我哋 keep 住保持燦爛嘅笑容。好，我哋再一次多謝台上咁多位，有請台上咁多位可以先移步去到台下就座啦。
今日咧係一個非常之開心嘅日子，因為咧我哋啟動咗 ESG One ESG 一站通。咁啊接住落嚟咧，我哋呢個咁開心嘅時間，我哋都千祈唔好停啦。我哋接住落嚟會為我哋全場所有嘅來賓影翻張大合照。咁我哋先請咧我哋所有嘅嘉賓可以啦，先就座先，係啦，大家我哋繼續就座，繼續就座啊嚇！大家千祈唔好怕醜，唔好趁呢個時間離開住啊嚇！我哋繼續就座先。係啦，咁我哋等我哋嘅工作人員啦，就係將我哋呢個 ESG One 啦，同埋 HKPC 嘅一啲道具啦，俾我哋前排嘅嘉賓。係啦，咁我哋咧會今日咧，因為我哋呢個場咧都係比較闊啦，咁所以咧我哋會 total 影3張嘅照片啦，然後將佢哋咧就係3合為一嘅嚇。咁我哋不如先由呢一邊開始啊！我哋由呢一邊係啦，我嘅左手邊，我哋望下呢一邊先，係啦。係啦，我哋望咗呢一邊先，我哋保持最燦爛嘅笑容，大家可唔可以一齊俾個耶？係啦，好開心啊嚇！今日有在場咁多位嘅來賓，係啦，我哋先望咗呢邊啊嚇。OK， 之後咧我哋就到中間啦。好，我哋係咪影晒左邊影晒相啦？未影係嘛？好，我哋攞翻呢一個位先 ，keep 住，我哋影咗左邊先，我哋再一齊保持最燦爛嘅笑容，耶！今日咧係一個非常之開心嘅日子啊嚇，咁我哋 keep 住我哋燦爛嘅笑容，一齊俾一個耶或者 like 嘅手勢先。好，我哋呢度係咪全部影晒？影晒之後就到我哋中間啦嚇，大家我哋都千祈要保持我哋呢一個激動嘅心情，繼續望下我哋嘅攝影師。大家一齊去保持你哋最燦爛嘅笑容，一齊俾個 one 嘅手勢，或者 yeah 嘅手勢，或者俾個我哋嘅 thumbs up 嘅手勢啊嚇！係啦，我哋 keep 住我哋最開心嘅笑容，繼續。然後咧就事不宜遲啦，嚟到我嘅右手邊嗰一邊啊嚇！大家亦都係一齊保持你哋最燦爛嘅笑容。係啦，好，咁啊最後咧。我哋今日都有個 video 啦，想為大家咧影多啲 highlight， 可唔可以咧喺我數3、2、1之後咧，大家一齊同我講一句 ESG 一站通，耶！大家得唔得先 ？OK 好嘛？好啦，事不宜遲啦，我哋一齊數啦，3，望住嗰邊，係啦，嗰邊嘅 video， 望住嗰邊，3、2、1 ，ESG 一站通，耶！OK，thank you， 多謝晒我哋台下咁多位嘅嘉賓嘅協同效力啊嚇，多謝晒。咁咧其實咧喺呢一段嘅時間啦，好多中小企嘅朋友啦都係加入咗 ESG 一站通，成為咗綠色嘅會員，並且咧喺線上 ESG 評估平台咧就係試過免費嘅 ESG 評估㗎。而生產力局嘅同事咧今日亦都會喺現場為大家示範，睇下啦大家喺 ESG 嘅發展過程。咁啊希望大家由而家開始去到 ESG 嘅跑道呢度咧，可以踏出第一步。咁啊，會場咧亦都有好多初創同埋中小企業分享佢哋嘅環保方案，希望大家可以互相交流。而佢哋亦都包括啦開發太陽能嘅發電工程項目，以及可再生能源嘅產品。呢一個嘅元興邦國際啦，仲有綠色照明嘅佳亞能源啦 ，i2Cool 啦，仲有咧就係賽特納科技，仲有咧我哋令到樹木有第2次生命嘅環保社企香港木庫㗎嚇。咁啊，我哋今日咧都為大家準備咗一啲可持續元素嘅飲品同埋小食啦，例如係奶茶同埋咖啡，我哋就用咗啦，就係我哋呢一個本地食品嘅科技公司研發嘅植物性嘅苦堅果燕麥奶，公平貿易嘅咖啡豆同埋環保紙杯俾大家㗎嚇。咁啊，最後亦都提提大家啦，大家咧如果想攞翻我哋今日嘅照片啊，亦都可以影低我哋呢一個嘅 QR code， 同埋咧我哋場外嘅屏幕亦都有個 QR code。咁啊，由今日去到嚟緊7日內咧，都可以下載照片㗎嚇。咁啊，嚟緊啦，我哋 ESG 一站通咧都有好多精彩嘅活動俾大家，大家千祈唔好錯過啦。咁我哋下次再見，多謝晒。